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今日嘅節目。今日就要帶大家認識一個真正全球化嘅科技巨頭，佢係一個日日你都有機會用到嘅網站——亞馬遜。喺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將會帶大家講下亞馬遜係點樣崛起啦。從1994年 Jeff Bezos 喺呢個車房開始，點樣一步一步咁樣走嚟，成就咗今日佢市值超過1.7兆嘅科技霸主啦。This is the first office of Amazon.com. I mean, you can afford a better desk than that. It's a symbol. To me, whether we're a pure internet player, what matters to me is we provide the best customer service. 我哋都會聚焦翻亞馬遜每一個業務板塊啦，包括電子商務啦、AWS 雲服務啦、AI 計算啦，同埋佢全球化嘅佈局㗎，以及講翻佢近年嘅表現啦，同埋財務上嘅挑戰。Who's the CEO of a firm said no, they won't make it. Over the border tax, let's get that out of the way. Now you face Amazon. 去到英典嘅後半段，我哋都會講下亞馬遜佢新近推出嘅 Nova AI， 究竟可唔可以同而家如日中天嘅 ChatGPT 一決高下呢？同埋亞馬遜點樣透過物流自動化啦，同埋永續發展嘅策略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上面持續領先呢？我哋事不宜遲，馬上就進入我哋呢場亞馬遜嘅探索之旅啦。I'm Jeff Bezos. I'm the founder of Amazon.com. Understand? The company is worth billions. Yes. And every time I pick up the paper, each year it loses more money than it lost the year before. And we've always had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company. We've been That's the data that allows us to predict or try to predict what books and videos and music that you haven't discovered yet. Amazon 係 Jeff Bezos 喺1994年喺華盛頓州 Belleville 創立嘅，最初個名咧就叫 Cadabra， 因為個發音咧太似 cadaver 屍體，咁啊就唔係咁好意頭啦，所以之後就改名做 Amazon， 象徵住世界規模最大、流域最廣嘅亞馬遜河啦，意味住公司未來嘅規模啦，同埋係有幾多元化㗎。Amazon 起初以網絡書店起家，迅速咧就喺90年代尾咧喺呢個網絡泡沫潮中脫穎而出㗎啦。1997年喺納斯達克上市之後咧，公司業務快速擴張，而家咧已經成為電商、雲端服務、AI、數位影音娛樂以及實體零售等多個領域嘅全球性企業㗎啦。咁究竟佢有咩重要里程碑呢？咁我就同大家講下啦。1995年 Amazon 正式上市啦，以網絡書店起步㗎。1997年喺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募集咗大量資金咧，用於擴張業務㗎。2005年推出 Amazon Prime 會員服務，以快速配送啦同埋豐富附加價值，成為市場區隔嘅核心啊。2006年啦 ，AWS 雲端服務上市喎，為公司後續高速成長咧奠定咗重要利潤來源啦。2017年啊，以137億美元咧收購呢個 Whole Foods Market， 進軍新鮮同埋實體零售市場嘅喎。去到近期2024至2025年啦，推出 Nova AI 模型喺愛爾蘭咧同埋其他國際市場積極擴張，並且喺 AI 啦、自動駕駛啦同埋衛星網絡計劃方面深耕佈局。呢一系列嘅里程碑咧，都反映咗 Amazon 持續透過創新同埋戰略收購咧，不斷擴張佢嘅業務版圖㗎。Amazon 最主要嘅核心業務都仲係電子商務㗎，但係產品嘅範圍從間時嘅書籍已經迅速擴展到家電、日用品、服飾，甚至乎 Amazon Fresh 一啲新鮮嘅雜貨配送服務㗎，深刻改變咗全球消費嘅購物模式。Prime 會員制度啦，同埋自營物流網絡已經成為咗強大護城河啦。喺數碼娛樂領域啊 ，Amazon 成功佈局 Prime Video 串流影音平台啦 ，Amazon Music 音樂串流服務啦，以及 Twitch 直播平台，透過廣告、訂閱模式同埋跨平台協同效應啊，大幅增加咗公司收入來源同埋用戶互動頻率㗎。呢種多元化嘅生態系統咧，令到 Amazon 可以持續同消費者保持非常高嘅聯繫度，形成咗電子商務同埋數位娛樂嘅交互成長動能啦。根據 Amazon 最新公佈嘅2024年第四季嘅財報喎，公司單個營收達到呢個1878億美元㗎，比2023年同期成長咗10%。全年營收咧就去到6380億美元，同比都增長咗11%。從盈利能力嚟講 ，Amazon 喺第四季咧嘅營收咧都去到212億美元嘅喎，每股盈利都去到1.86美元嘅，就明顯高過市場預期1.49美元都幾多下喎。
從整體業務結構嚟觀察啦，雖然電商業務咧依然佔據最大營收來源啦，但係真正為公司帶來豐厚利潤嘅，應該就會係雲端業務 AWS 同埋數位廣告業務為主嘅科技服務板塊啦。呢度亦都顯示 Amazon 業務重心咧正逐步由傳統電商啦，就向呢個科技同埋數據驅動嘅高利潤業務轉型啦。具體啲嚟講 ，Amazon 嘅各業務板塊收入分別為北美電商業務營收1156億美元啦，持續穩健增長；國際電商業務營收大概係434億美元啦，國際市場佈局逐漸成熟喎。AWS 雲端業務服務收入就去到已經288億美元㗎啦，展現咗強勁嘅成長動力。廣告業務收入第四季營收去到173億美元，全年累計就去到562億美元㗎啦，成為 Amazon 增速最快嘅營收來源之一。除此以外啦，包括訂閱服務同埋實體店等其他綜合收入，亦都提供咗公司穩定嘅營收支撐。值得注意嘅係 AWS 同埋廣告業務唔單止係增長強勁啦，更加因為佢較高嘅利用率咧，逐漸成為咗公司核心嘅利潤主要貢獻者。呢個亦都印證咗 Amazon 正係從一家純電商公司進一步轉型為多元化嘅科技巨頭啦。目前 Amazon 嘅 PE 大概37.7倍，顯示市場對公司未來持續增長潛力都擁有較高嘅期待㗎。AWS 自從2006年推出之後就開創咗公共營業服務嘅商業模式，就吸引咗全球眾多嘅初創公司啦、大型企業啦，甚至乎係政府機構，提供咗包括運算能力啦、資料儲存啦，以及資料庫管理等全面服務㗎。儘管 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同埋阿里雲呢啲競爭者積極搶攻市場 ，AWS 仍然持續維持市場最大份額。佢嘅核心優勢嚟自服務嘅廣度同埋深度，豐富多樣嘅產品線啦，同埋遍佈全球並且高度可靠嘅數據中心基礎設施㗎。AWS 近年積極推動針對垂直行業嘅深度解決方案，特別喺金融啦、醫療啦、零售呢啲領域開發並且提供高度客製化嘅服務喎。例如金融業務裏面啦，佢嘅高度合規性解決方案、醫療領域嘅 AI 影像分析技術啦，以及係零售業嘅個性化顧客服務等等嘅。同時間 AWS 持續喺 5G 同埋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領域加大佈局力度，同電信業界合作部署邊緣計算資源啦，以滿足 AR、VR、智慧製造、自動駕駛呢啲超低延遲同埋要即時回應嘅應用場景啦。透過持續創新研發啦，以及進一步擴大全球數據中心嘅佈局同埋區域覆蓋嘅 AWS 正係努力強化市場領導地位啦，以應對其他雲端挑戰者嘅挑戰，鞏固未來嘅持續成長優勢嘅。Amazon 喺2024年底推出咗嶄新嘅 Low-Fat AI， 並且整合至旗下嘅 Bedrock 平台，為企業客戶提供咗更加強勁嘅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 啦，同埋機器學習工具。同一般嘅大型語言模型有啲唔同嘅地方係 Low-Fat AI 特別強調呢個資料隱私同埋企業級安全嘅。並且同呢個 AWS 雲端服務深入融合，協助呢個客戶更加容易喺 AWS 平台上面部署管理同埋優化 AI 相關嘅任務㗎。相比於 OpenAI 嘅 GPT 系列啦，同埋 Google 嘅生成式 AI 服務 ，Low-Fat AI 就依靠住 Amazon 堅實嘅雲端基礎架構啦，同埋廣大嘅企業客戶群，具備快速推廣同埋落地應用嘅獨特競爭優勢㗎。Alexia 作為 Amazon 率先佈局消費端嘅智慧語言助理，透過持續演進嘅語音辨識系統啦，同埋自然語言理解能力，已經成為咗好多家庭不可或缺嘅智慧控制中樞㗎啦。未來隨着 Low-Fat AI 模型逐漸融入Alexia 嘅生態系統將會帶嚟更加自然流暢嘅語音互動體驗㗎，並新增咗更多功能，例如即時語言翻譯啦、多語言環境支持啦，以及更深入且廣泛嘅跨品牌家電整合互動㗎喎。智慧家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啦，除咗 Google 同埋 Apple 呢啲主要競爭對手積極佈局之外，Amazon 就用旗下嘅電商平台啦同 Prime 會員嘅生態系統作出緊密嘅聯動嘅，令到呢個 Alexia 嘅智慧裝置喺市場滲透率保持住明顯嘅優勢同埋潛力㗎。2024年第四季 Amazon 廣告營收已經達到173億美元㗎，全年營收更加去到562億美元，同比增長咗18%。Amazon 嘅廣告同 Google 同 Meta 最大嘅差異係乜嘢呢？就係在於佢更加直接咁樣連結到消費者嘅購物行為㗎。
由於多數喺 Amazon 搜尋產品嘅時候已經有較強嘅購物意圖啦，因此咧廣告轉換率咧明顯就較高，亦都令到廣告主願意支付更加高嘅點擊成本㗎。此外Amazon 掌握咗大量嘅第一方數據例如消費者嘅購買歷史啦、瀏覽記錄同埋評價互動嘅，能夠精準鎖定消費者，提升廣告效益。Amazon 近年亦都積極發展呢個零售媒體網絡 Retail Media Network， 透過呢個策略唔單止喺自家平台裏面推出廣告，更加延伸到其他網絡同平台擴大廣告業務覆蓋範圍㗎。同時Prime Video 廣告版位亦都將會成為 Amazon 下一階段嘅重要成長引擎㗎。隨住串流平台競爭日趨激烈，透過廣告模式創造額外營收已經成為咗趨勢㗎啦。Amazon 透過呢個策略可以進一步提升利潤空間啦，同埋會員嘅黏着度㗎。Amazon 可以喺佢嘅電商領域持續保持領先地位歸功於佢有非常完善嘅物流體系㗎。透過自建倉儲物流中心啦、自營配送車隊同埋以及第三方合作車隊，完成咗一哩配送㗎。此外Amazon引進咗創新技術，如 VAPR 視覺輔助包裹取件系統能夠喺貨車裏面快速識別並且取出包裹，每條配送路線平均可以慳成30分鐘㗎，更加有效咁降低配送錯誤率，提升用戶滿意度㗎。A mirac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dispatched. It's an Amazon drone, and after rising vertically, Prime Air 無人機配送服務已經喺部分城市試點超市佢運作㗎，可以快速配送小型商品啦。未來如果相關法規放寬將大幅提升配送效率㗎，更降低運營成本。此外Amazon 持續投入倉儲機械人技術，旗下包括 Sparrow、Robin、Pegasus 以及 Secrania 等不同功能嘅自動化設備，能高效完成揀貨啦、包裝同埋分類作業㗎。據最新嘅數據顯示Amazon 全球部署嘅機械人已經超過10萬台㗎啦，並且計劃進一步增加投資啦同埋部署規模㗎。儘管自動化大幅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同埋提升效益，但亦都同時引發咗外界對自動化會唔會取代人力、影響就業呢個社會議題嘅討論㗎。然而Amazon冇因為着重盈利而放棄企業責任㗎。喺2019年，佢發表咗一個極具雄心嘅環保倡議，目標就係喺2040年達成淨零碳排放㗎，領先巴黎協定標準足10年添。為咗咁Amazon 積極推動咗大規模嘅綠色轉型例如投資電動貨運車隊啦。This is a fully electric delivery van that Rivian has created just for Amazon to deliver packages。大幅增加風能同埋太陽能呢啲再生能源比例，甚至全球多地推動呢個森林復育，積極吸收大氣中嘅二氧化碳。此外Amazon 特別成立咗高達20億美元嘅 Climate Pledge Fund， 專注投資喺創新減碳科技嘅新創公司㗎。Jeff Bezos revealed yesterday a plan to make Amazon carbon neutral by 2040， 幫助整個產業鏈實現更徹底、更有效嘅碳中和目標。呢個系列嘅行動唔單止突顯咗 Amazon 對永續發展嘅承諾，亦都展現咗企業面對氣候變遷議題嘅積極態度㗎。Amazon 自2015年以嚟成功將每件出貨包裹重量減少43%，並且大量淘汰咗塑膠填充材料，轉而使用更易回收嘅包裝方案嘅。此外，透過引進先進嘅碳足跡追蹤系統供應鏈每個環節都更加透明、更環保。4 hydrogen fueling stations within the building keep the power trucks moving to get your order packed and out the door。有效降低整體碳排放量嘅。呢啲環保措施唔單止積極回應咗消費者同埋投資人日益增加嘅環保意識，同時亦都喺長遠嚟講顯著降低咗 Amazon 嘅能源同埋材料成本㗎。從財務到環境，真正實現咗可持續發展嘅雙贏格局。Amazon 目前其實已經成功進軍多過20個國際市場㗎啦，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印度以及歐洲多個國家，而且亦都計劃喺2025年正式進軍呢個愛爾蘭市場添。不過呢個路上亦都並非毫無阻力㗎。喺歐洲、中國、印度等地Amazon 面對嚴厲嘅當地法規監管啦，同埋強勁嘅本土競爭對手，例如歐盟對反壟斷嘅數據隱私嘅嚴格監管啦，印度政府對外資電商企業嘅限制啦，都為呢個 Amazon 嘅國際佈局增添咗唔少嘅難題㗎。正因為咁Amazon 就採取咗積極嘅本土化戰略，包括提供當地語言界面啦、多樣化嘅支付方案啦，以及同當地零售品牌合作，力求快速融入當地市場並且提升競爭力㗎。
Amazon 全球員工數量龐大啦，長期以嚟都有工時過長啦、薪資待遇同埋職場安全問題嘅方面，持續都受到外界關注。Because they know you're a hard worker, and then once you break down, they're like, oh well, we got a good 6 to 9 months out of you. You're out of here. 各國陸續出現工會組織甚至罷工行動啊，試圖改善員工嘅工作環境同福利。除此以外咧，由於 Amazon 喺電商同埋雲端市場嘅領導地位啊，政府喺反壟斷調查啦同各國監管行動咧都逐漸增加啦。And 17 states have brought a sweeping lawsuit against Amazon. 呢啲因素都無疑對呢個 Amazon 未來嘅全球擴張計劃同埋商業模式產生咗深遠嘅影響。從一間網上書店到橫跨電商、雲端、AI、智慧家庭以及實體零售咁眾多領域範圍嘅科技巨頭 ，Amazon 嘅成功啊，唔單只係來自不停嘅創新同埋併購，更加依賴住佢嘅物流啦、會員服務啦同埋雲端技術嘅深入佈局。然而啊，隨住勞工議題啦、監管壓力以及競爭環境日益激烈，未來佢亦都會面臨相當大嘅挑戰㗎。展望未來嘅 AI 應用啦、物流自動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嘅深入推進啦，都將會成為呢個 Amazon 可唔可以繼續引領市場嘅關鍵因素㗎。希望今日嘅內容都會令你對 Amazon 有更加深入完整嘅了解。歡迎留言講低翻你嘅睇法啦！如果中意呢條片，都唔好忘記點讚、訂閱翻個 channel， 分享翻俾你朋友仔睇。唔好忘記撳鈴鈴。我哋下次亦都將會繼續探討其他財經嘅話題。下次見，拜拜。